不知道你急什么？干嘛不等身子好利索了？魏冉、白起他们在阵前厮杀，我却在这儿白吃白喝的。可你身上有伤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早就好了。你这伤都是因我而起的。你是我的女人，我愿意。眼下我就是想把你割让给韩国、楚国的城池土地都拿回来，省得那些老家伙们在朝堂上鼓噪个没完。别的倒也罢了，那连接巴蜀的上庸之地，是秦楚必争之地，凝聚着几代秦国君王的心血，由我手里交出去，的确心痛。你放心，他们拿你的东西，翟力让他们加倍奉还。刀剑无情，你自己要小心。你放心吧，这次只是去巴蜀给你们司马错将军做援军，风险不大。再说了，在当今世上，能在战场上杀死我翟离的人，还没出世呢。等我回来。太后，大王来了。幸亏义渠君走了，不然不知道又会有什么麻烦。母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继儿闭门思过多日，母后也该消气了吧？继儿刚刚得到通报，说楚国使者来了。这么说，荣舅舅来了，他正在驿馆。母后什么时候召见他？傻孩子，什么召见？我们即刻就去见他。拜见太后，拜见大王。人在哪儿？禀太后，在里面。蓉儿，蓉儿，姐姐，蓉儿，姐姐，我一直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封爵，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水中捞月，最后还是多亏了姐姐。知道你在楚国受苦，
到今日，很不容易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多次在梦中惊醒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亏得少司命垂怜，鬼谷和娘亲若是知道我们能团圆了，说不定有多高兴呢。继儿从前有个冉舅舅，现在又多了一个荣舅舅，义渠那边还有个白起舅舅，秦国如虎添翼。母后和我的确是荣幸至极。等继儿回到宫中，一定命人在少司命面前多焚一炉香，谢少司命庇佑。雍城那边这几个月来一直按兵不动，眼下秋粮丰收，王军征兵买马，草粮充沛，义渠军相助，司马错在巴蜀平乱顺利。诸公子当中，魏良人的儿子公子迟已率先向朝廷表示归降，其他公子也有人悄悄向朝廷表示了归顺之心。因朝廷下旨，凡宗室旧族支持公子们造反者，一律取消爵禄和暗例供给。旧族们开始与叛军疏远，诸公子闹事的气焰日渐式微。楚离子，你看呢？是时候了。好，你是大宗伯，掌管宗室之事，平日里又与众公子们多有来往，就由你即刻写信给诸公子，就说大王与他们本属骨肉至亲，他们割据造反也是为了自保，所以既往不咎。大秦儿郎不能自相残杀，徒为亲痛仇快，请他们回咸阳共佐大王。若不肯归降，就以叛逆之罪行征伐之师，到时候就后悔晚矣。是。这是刚在边关截获的会后敏书发给大王的信函。不好好的待在咸阳养病，却跑到雍城来谋反。眼下秦楚联姻在即，这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吗？此刻，我可不想听到任何会影响我家紫兰和秦国联姻的坏消息。是。莲儿，蒙将军当真要冒险去雍城？蒙敖，承太后不杀之恩，悔不该当日做出那些糊涂之事。眼下雍城的旧部仍然在走我以前的错路，蒙敖不忍看兄弟们自相残杀去送死。如能劝他们归降太后，于公于私都是好事啊。好。待你事成之后，我与你豪宴痛饮。魏将军，信得过我这个曾经的罪人？太后都赦免了你，又重新委你以军职，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？末将告辞。后会有期。你八子在宣誓殿已经坐稳，就要对我们动手了。可那公子华却以各种口实百般推诿，至今按兵不动。咸阳正在调集兵马，要征伐诸公子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必须收拢人心。我想以会后之名通告天下，请诸公子到雍城聚集，由公子华为主帅，
共讨咸阳贼兵。好，就照甘相说的这么去做。恐怕诸公子们见不到好处，不肯来呀。甘相以为我还能给他们什么好处？粮草、钱财，还是封地？这些好处得通通拿下咸阳城才有。眼下就是两手攥空诀。问题的关键还在营华。这个营华还在跟我讨价还价。我知道他想要什么，权衡轻重。看来这次我是不得不给他了。大战在即，会后必须速做决断。母亲，会后准备即刻下诏，立我为秦王。会后要立你为王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终于盼到这一日了，华儿，你是大王了。你当了大王，出征讨伐贼子，也好出师有名，号令天下，招抚王君归降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母亲，华儿，你是大王了。母亲，你是大王了。诸位将士，我营华临危受命为秦王，肩负社稷江山之重任。芈氏母子谋权篡位，大逆不道。我与王弟们联手，征伐芈氏。诸位若能助我成就大业，当裂土封疆，绝不相负。谨听大王之命。寡人绝不负诸位爱卿今日之功，为旗开得胜，干！你们跟着我蒙骜出生入死多年，我想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。像我们这些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人，要么就是不能继承家业的庶子幼子，要么就是没名没姓、没有好祖宗的平头百姓。就算公子华他得了王位，他还是恢复旧制，可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？如今秦人陷于内乱，我们与其给那些宗室旧族做鹰犬家奴，还不如去投效一个能够给我们公平的君王。至少心里头明白，我们拼死拼活的打仗是为了什么。如果我们战死沙场，我们的家人，他们又能得到怎样的保障？将军说的对，我们都听您的。将军说的对，我们听将军的。朕得到消息，公子华自立为伪王，恢复旧制，倒行逆施。另外一些叛乱公子的兵马也已经开始向雍城集结。我大秦王者之师95之尊，从今日起，我等将征伐诸公子之乱。楚礼吉，臣在。朕命你亲自起草讨伐檄文，将营华等人背道逆礼之罪昭告天下。遵旨。刘睿，臣在。你为中军主将。遵旨。白起。
团、李荣。臣在。你们各领1支人马，分头为左军和右军。我要你们依我的旨意，听从雍大人调遣，征伐雍城之叛军。遵旨。让尔等齐心协力，共同剿灭叛军，保我大秦一统江山。臣遵旨。真好。报！白起将军大败公子峰！报！白起将军大败公子峰！公子雍率众归降！捷报！捷报！公子雍率众归降！捷报！捷报！司马错将军与一群军平定蜀中之乱！司马错将军与一群军平定蜀中之乱！捷报！捷报！什么友谊？喝了这么多的药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太后，您消消气，这兵来如风，兵去如灯，急不得。我不是急，我是恨呐！樱花这个没用的东西，他也能算是一个大王？不但朱公子没有几个甘心跟随，就连他自己的将士都拢不住。这芈月的兵马刚要打来，自己底下的将士就散了一半。平日里天天围着我转，这10天半月人呢？这人都干什么去了？他打的什么主意？惠后，如今王军已兵临城下，咱们得想想退路。退路？往哪儿退呀？这世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人，就连自己的至亲骨肉都靠不住。我往楚国写了多少封信，没有一封回信呐！没有一封回信呐！珍珠，我让你给我准备的鹤顶红，惠后，你得给我备着，到时候放在手边，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。惠后。夫人，这是您的凤冠。大王真是孝顺，让雍城最好的缝纫绣娘做出来的嫡衣，一点不比咸阳宫里头的差。这会不会僭越了规制啊？夫人是大王的亲生母亲，就是该让天下知道大王心里头最敬重的人是谁，免得人前人后让惠后压了夫人一头。快扶我起来！夫人，王军已经开始攻城了。大王，南门也兵力空虚呀，北门也快顶不住了，损失惨重啊！是啊，大王。大王，速做决断呐！大王，报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王军已经不。
侍卫啊和白起的人马已经破城而入了。这大王，怎么办？大王，莫慌，你们几个快随寡人冲出去。是。杀出去！先生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魏国。知本王心性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杀进雍城了。公子华呢？甘相呢？公子华生死不明，甘相也不知去向。惠后，我们快走啊！我让你准备的鹤顶红呢？给我，给我！惠后，惠后，别在那装模作样，
等急了，快把我的笛拿过来！将军，夫人，快去！笛。彩萍，赶紧扶我起来，换上笛衣，帮我把头发梳了。彩萍，你听，是花儿车马仪仗的声音，是花儿的人马来了。花儿特地派人来接我了，夫人。魏家盾，威风凛凛。我花儿，当上大王吧！快帮我把笛穿上，快！夫人，报！禀大王太后。我王军攻下雍城，生擒公子华和芈姝，诸公子之乱就此平息。臣恭贺大王，恭贺太后，兴起大秦社稷，从此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，万国来朝，千秋太平。自此，在秦武王嬴荡死后，被史书上称为季军之乱的秦国3年内乱彻底平定。7位参与叛乱的公子，如今都已被囚禁。敢问大王太后该如何处置？秦法上规定，叛乱之人当如何处置？处离子。司马将军，臣在。臣以为当斩。不可。有何不可？他们都是先王之子，纵有罪行，怎可与庶民同责罚？是啊，都是公子王孙，纵然是谋反，成者为王，败者只是不关痛痒的轻罚几下。江山社稷成了他们手中的玩物，全然不顾祖宗庙堂使路出没，8乡4野豺狼横行。3、5年后，他们高兴了再反一次，谁在意生灵涂炭、哀鸿遍野、民不聊生？不让他们付出代价，造反在我大秦便永远如同儿戏。
枉死几万兵士，数十万庶民，亦如大风吹过，片叶不沾。如此国不成国，法不成法。一旦外敌到来，江山覆亡，呜呼哀哉，灰飞烟灭。太后，老臣愿意监督他们，绝不让他们再生事端。楚离子，你已经多大年纪？他们多大？你能活得过他们？你要知道，今日我把此事放到朝堂上来讲，就是要给天下人一个警示：乱我大秦者，当如何下场？太后，赵廷尉，依国法论，全部处斩。太后，你若将诸公子处斩，老臣再不敢立于朝堂了。我不受任何人要挟。三思啊！太后，义局君回来了，快请。是。我的野马驹回来了。想死我了！说说，我走的这些时日，你可曾想我？日思夜想。都想什么了？想你会不会受伤？那你看看伤没伤？我怎么知道？简单呐，你亲手为我解开衣袍，不就什么都看见了？太后，大王来了。哎，你先避一避。你我之间有什么好回避？哎呀，这孩子长大了，但男女之情还是不太懂。孩子都长这么大了，他还不懂啊？就当是为了我啊！快，快！哎呀，快点啊，等不及了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！哎呀，都是大人了，怎么还这么毛毛躁躁的？母后，我来这是想问您，
您真的要将那些造反的王兄们通通处死吗？是。那怎么了？可他们都是父王的儿子，也是我的手足兄弟啊。你说的对，也不对。他们是先王的儿子，是你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但他们许多人并非是你的手足。此话怎讲？请母后明示。手足是什么？是互相扶持，互相依托。但他们只是磨得雪亮，互相厮杀的刀刃。这不怪你，也不怪他们。你父王在后宫中有不少女子，这些女子给你父王生了不少儿子。他们一出生，命里便注定，他们彼此之间会争斗不止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君，谁不指望自己是那独一无二的人？为了他杀戮无辜，绝不手软，这还算得上是手足吗？可是，像父王和处理子那样的兄弟，不也很好吗？他们是兄弟，但他们更是君臣。首先要为臣者安于为臣，为君者爱护臣下。这样的兄弟，我已经给你留好了。魏良人的儿子公子迟，屈应人的儿子公子雍，他们都心甘情愿臣服于你。你能够有几个这样的臣下兄弟，足矣。母后，再给那些公子们一次机会吧。我给过他们每一个人机会。这几年之中，无数次派人劝说他们放下武器，入朝归来，可他们都拒绝了。这几年里，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，扩大地盘，招兵买马，穷兵黩武，令得我大秦内乱不止，法度废弛，农田荒芜，人心混乱，多少性命葬送在这些公子操纵的私斗中。这是他们的大罪，百身莫赎。若是因为他们是公子王孙就可以免罪，那还要秦法何用？可母后这样杀了他们，只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，他们会说母后不仁。哼！天下人要围攻秦国，还欠理由。若因为怕，就畏首畏尾，自废手脚，如何执政秦国？再者，既然这不仁的罪名一定要有人背，那就干脆让母亲来背吧。记得小时候你爱吃鱼，母亲总替你将鱼骨挑了。眼下母亲就把它们视作是鱼骨，等有一日你亲政了，就不会被这些鱼骨哽住喉咙，你就可以做一个天下人敬慕的仁义的大王。可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也是王族，人言千金之子，不死于世啊！矫情！不死于世死在哪里？有人谋逆，明明该死，却要我假意仁慈，发配他们到乱军之中，然后暗使手段，或下毒，或坠马，或落崖，让他们死得无声无息。我偏不，我要让天下人看到，我用国法杀他们，名正言顺，以儆效尤。我也要让天下人看到，我言出法随，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不必矫情问世。你还有话，一并说出。母后光明正大，那为何要与那义渠君？和义渠君如何？苟且吗？我今生披彩衣，我见繁华如许，我驾驭山河
和义渠君如何？苟且吗？你终于问出来了。母亲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。你知道，义渠君几次救过我的性命，他对我有恩。母后，有恩报恩就是了嘛。您为何非要与……不仅有恩，我们之间还有情。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当年你父王的魏王后死了，他再娶楚国公主。那燕王的原配死了，又再娶你大姐姐孟莹。无人侧目，无人惶惑。我和义渠君年貌相当，情投意合，他关我寡，合乎天伦礼法。可偏偏就是有人不容。可父王怎么办？你父王的墓中葬着魏王后和许多故去的妃子，他在那里并不孤独。母后可为我想过，那些人指指点点，就把他的手给砍了。难道母后，你能把天下人的手都砍了吗？天下人多少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哪有功夫理会毗邻榻上睡着的哪对男女？继儿，过来，坐到母亲身边来。过来。我的继儿长大了，继儿成年，就该慢慢懂得母亲了。母亲一生周折，亲人寥寥，珍惜眼前所有。但继儿记住，无论何时何事，母亲都不会弃你而不顾，弃秦国而不顾。继儿知道母后的不易。说到阴阳相配，乃是天地之大理。继儿成人，是时候要为你娶妻了。我为你许下的王后是楚国公主，人贤淑漂亮。一会儿我就让人把画像送到你宫里去。不用，儿臣的婚事由母后做主，儿臣先回去了。儿臣告退。太后，外面下雪了，好冷啊！天渐黑的时候下雪最冷。在燕国时，寒冬难挨，亏得有义渠君送的皮毛，魁姑把它们做成了袍子，继儿才能熬过来。玉儿放心，以后我会日日出城狩猎，让你和继儿日日有不重样的新衣穿。好，你出门狩猎，去获取百兽之身。我此刻要出趟宫，去收服老臣之心。太后，外面的雪还不小，等雪停了吧。我刚回来，明日再去吧。这事等不得。何况你也知道，出门打猎若天气不好，反而会有意外的收获。大姐，太后前来拜访初离子。恭迎太后。拜见太后。香儿、慧儿跟我进来，其他人在外面等着。是。
敲门？是我，芈月。太后，天色已晚，请太后回宫吧。内忧外患，刻不容缓。老臣已经递上了辞呈，我还未允准，也绝不会允准。臣与太后还有何用？你可以与我无用，但你不能与大秦无用，与嬴氏家族无用。我要你做嬴氏家族的定海神针，为嬴氏家族做一个大长老。我不情愿。说气话无用，作乱的朱公子，我是一定要杀的。从孝公开始，到先惠文王，秦国实行商君之法，纵然是王孙公子，无军功者不得受爵，就有权贵的势力要年年削弱。秦国的天下仍是嬴氏的天下，但谁作乱谁作死。嬴氏家族的子弟们需要一个有威望的长老去引导他们安分做人，用心做事，稳固大秦的社稷江山。臣老了，看不懂世事，料理不了朝政。太后，外面冰天雪地，天寒地冻，还是请太后回宫吧。不要紧，我在燕国见过比这更大的雪，更寒冷的夜。我会等你出来，与我一起议政。你一刻不出来，我等你一刻；你一夜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夜；你一世不出来，我就等你一世。我就不信你一辈子也不出来。太后如果自己愿意等，那老臣也不勉强。老臣要歇息了。香儿，我的排箫可带在身上。太后的心爱之物，奴婢走哪儿都带在身上。太好了，红梅白雪，就差一曲好乐。把它给我。手都冻僵了，怎么吹啊？这排箫不怕手冷，怕的是许久不吹生疏了。
后这是在吹楚曲。知道我为何独爱楚音，不仅因为那是乡音，更因为它能让我警醒。楚国曾是屈指可数的强国，却渐渐没落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那些旧族们固守旧制旧法，仅凭屈子一人无力回天。今日我若是从这院子里走出去，秦国就有可能倒退，重蹈那些败落之国的覆辙。有关法度国家大事，绝不可退让。起得好早，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太后，烤烤火吧。还好在燕国时练出来了。我们在燕国时，极冷的天气却买不起炭火，几次差点冻死。楚离子，坐。你们两个也去取暖吧，让我的侍从送些热姜汤和早膳给太后。是。还是楚离子想得周到。老臣可不愿意做让太后生病的罪魁祸首。你对我有怨气，却拿我没办法。
老臣自然没办法。老臣不及太后。你何事不及我？老臣聪明不及太后。错。若论聪明，世人都说智如初礼。你不聪明，谁还敢说自己聪明？太后取笑老臣了。我的确不如你聪明，但你却拿我没办法，因为我能豁得出性命，吃得了辛苦。我虽出身王族，却一直被人踩在脚下，一无所有。我不墨守成规，也不怀挟偏见。我既能一掷决生死，又能一笑泯恩仇，这些你都不如我。楚离子，你聪明，但你又太过聪明了。未虑胜先虑败，未虑得先虑失。你的聪明害了你。我要除掉谋反的公子，你心痛了。我不跟旧族们妥协，不承认他们借战乱掠取的土地，你怕开罪了他们。我要凭功论赏，改革军制，你怕军心不稳。我刚刚针对顽症痼疾略施药时，你就觉得四处风雨飘摇，江山不保。你呀，把自己给吓死了。是我赢视江山，生死我都跟他绑在一起。若有一日天下大乱，太后躲得掉，老臣和大王却是躲不掉的。你若真心忧国忧民，就站到朝堂上去，不管谁渡国害你，都与他势如水火，不共戴天。可他们是我秦国的王族，嬴氏子孙呐。是啊，那些跟随他们的人，都还是秦国的老旧族呢。可是楚离子，你何不将眼光放远一些，想一想，若过10年、20年，有一日，秦国再也不分什么老秦人、新权贵，所有生活在我王旗底下的都是秦人，如同700年前，天下所有人都奉周天子号令一般。那一日，秦法取代今日的周礼，诸侯之间再无战争，四海归一，天下奉秦，国泰民安。楚离子，你可敢愿大秦有这样的一日？太后雄心虽好，谈何容易？别忘了，我秦国刚刚被人割去不少国土城池，还是太后您亲手所为。他们趁人之危，我要他们如何从我手里拿走的，就要如何还回来，并且要加倍奉还。他们不会任凭太后摆布的。不是？怎么知道？好，老臣愿与太后打一个赌，不敢说天下奉秦，老臣只盼望秦国能恢复到先惠文王的盛况。楚离子还是心有宏愿的人。天下奉秦是秦国的必将成就。或许你我有生之年见不到，但该要我们的儿孙替我们做到。说到恢复先惠文王的基业，我与你10年为期，如何？老臣敢为太后鞠躬尽瘁，使太后为先下公惠文王。可如果10年期到，太后没有实现承诺，那太后就退居内宫，不能再行干政。
好，君子一诺。好，老臣与太后即按3下为约。公元前305年，叛乱七公子在咸阳伏法，诸公子之乱就此平息。行刑！母亲，我来了。大王，我来看你了。记得那一次，你带我出游，拜谒商君之墓。当时我糊涂着，我想你既然恨他，为何要祭奠他？你祭奠他，为何却要让他的尸骨埋在荒山之中？可此刻，我总算隐隐绰绰知道了原因。有些人尽管活着的时候，他可能是你的敌人，但有一日，他的幸福却不知不觉会成为了你的幸福，存留在你的心头，在你的血脉里，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这杯酒，就敬给那个让你爱恨交织的人。你是秦国后宫所有女子的夫君，于我却是第一个男人。我曾经爱慕于你，依恋于你，视你为父为兄。你对我有桃李之交，开导蒙昧之恩。尽管妇人之情与你是最看轻的，远远比不过江山社稷，但你却给了我从未给过其他妇人的信任。这第二杯酒，我敬你。谢你使我自重自信，从不妄自菲薄，才有了今日的秦国太后。这第三杯酒有些难了。我一直问自己，倘若你在世，是否会情愿拿你那7个公子的性命，来换取秦国天下的长治久安，换取商君之政的重新推行？我狠心做了一件世人都觉得为难的事，但若是不做，只怕秦国就要为难。我今日站在这里，是想对你说，我所谋划的，正是你曾梦想过的王图霸业。
有朝一日与地下相逢，我可以站在你面前对你说，我无愧于你大王银嗣，无愧于嬴氏列祖列宗，无愧于秦国先驱的王力。木心，你可知俗语“瑞雪兆丰年”？我们那边都说，冬有300是丰年。宫内一片祥和之气，不知那会后在清凉殿怎么样？那清凉殿并非冷宫，只是伺候的人少了点儿，用度减了一些，倒也没大委屈的。他回咸阳不少日子了，我也该去看看他了。是。太后来了，你怎敢不起身跪拜？我从未听说太后为何物，天下都知我是先惠文王原配之后，你口中的太后，只不过是我的陪嫁应。即便嬴稷继位称王，她仍旧是个应。我是大秦唯一的惠后，只有我才是母后。痴心妄想，怎会没人告诉你？因为失德，你已经被废掉了尊位。大胆！想要废我尊位，也得等我到地下由先王来废，由不得你们。没关系，他不用跪我。即便废掉尊位，她仍是我的姐姐。你们先出去吧，在门外等我。是。是。如今，你当上惠后了？不，惠后仍然是你。你不敢与我争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不想与你相争，只是你不肯信罢了。争不争，你都赢了，说这些有何用？姐姐，你会放屁吗？你说什么？放屁！你看我。我放一个。我可以放个连环屁。我是嫡公主，你见了我，应该行大礼。
以向你行礼，你也该向我行礼了。为何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姐姐还没有忘记。忘记什么？忘记我们的当初。那时候太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可是我们很快乐。那又如何？小孩子终究会长大，长大了，懂了，才知道人生无常，人心会变。假若能回到过去，姐姐是否愿意？你我都已回不去了。不曾试过，怎知不行？是什么？怎么是？难道你能让时光倒流？能让先王与我情谊如初？能让荡儿起死回生？能把江山社稷重交于我手中？假若没有那么多的纷争，你我能回去吗？不可能，你我一开始就错了。我是嫡公主，生来就该做王后、母后，而你是庶出，只能给人做应女。所以，不是回不去，是姐姐不愿意回去。你以为你的儿子当了王，你的身份就变了吗？能与我平起平坐？当年我与先王成亲，就是在这清凉殿里度过了我的新婚之夜。先王对我温柔多情，而你们几个应女就坐在那边的地上，夜夜服侍。再过多少年，多少代，哪怕这清凉殿倒塌了，大秦后宫也会记得我芈姝，记得我这个惠后。没有人会知道你这个八字的。万一事与愿违，姐姐说的都是错的。那我也要将错就错，一错到底。我的人生告诉我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如今我无夫无子，孤家寡人。你若真想成全我，就杀了我吧。杀你的，你不杀我，难道你还要把我留下来，百般折磨我，让我生不如死吗？姐姐，你又错了。大秦只杀强敌和对手，如今姐姐孑然一身，手无缚鸡之力。我杀你作何？
既然你已不是对手，我折磨你又有何趣？你虽名为已亡，但你仍是我的姐姐，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对我的情分，保你衣食无忧，在清凉殿安度余生。不，你是不敢杀我。我是敌，你是应，你不敢杀你的主子。你希冀你永远为主，我永远为奴；你高高在上，我沦落尘埃。可如今世道变了，我与你之间的一切到此已经全都结束了。我今生披彩衣，我见繁华如许，我驾驭山河千山万骑，我却追忆海底。想过无猜无期，相遇梦相许，想任你解脱红尘之欲，永生不得离去。西风向孤独的人吟唱，是谁在拿捏心里的伤？将花